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是在讲每一种语言，咱若要研究，真爱讲究，就是讲伊爱趣味，因为趣味吼，咱自然就好记。你像讲台语内底话音，这真侪立刻啊话产生出来哦。像讲我举一个例，朋友中间咧报道啦，讲哦我咧吼，足想要钓彩冠的。你即摆若互我钓头奖吼，我第一啦，头路拢甲撕掉啦。第二吼，我营养出来啊，买物件我无买别项呢。我将营高地啊，台湾每一县市我拢来甲买厝，看到介意的厝开落，吼，迄讲到外挂口咧。啊，朋友有当着啊听你安尼伫咧转，我莫讲转啦吼，伫咧下即个心愿啦，伊就会甲你赌一句话讲吼，我看吼你爱去竹卡等。啊来讲叫我去竹卡等，这咱一世纪都听人伫咧讲，尤其较少年辈，将一句话当作咧讲笑，讲你着去竹卡等啦，意思讲吼。但真有可能，互你等无啦。毋过这句竹卡等到底原理对倒位来？吼，国情原来想真济呢。我安尼想讲，哪会讲叫人去竹卡等？竹卡等敢着真正等有？尾啊，我再三再四详细落去变，去互我变着。伫咧50-60当前，姜乐社歌戏内台剧本内底有一部，迄戏台顶吼，两个角色就踮遐讲对白，讲我看吼，你着爱去竹卡等啦。啊，另外一个人咧甲因呢，甲因讲啊对啦，有影啦，我吼真正着爱竹卡等啦，就是安尼。原来原理对遮来啦，讲叫你去竹卡等，就是讲歹势甲你讲伤明，讲话音的啦，我倒位的音，我讲吼叫你着爱竹卡爱等，这两字竹卡，确实，就是咧推断，确实代志就是安尼变化，讲做竹卡啦，毋则讲吼歹势甲你点名，甲你闹开吼，规气叫你讲打去哦，去竹卡等哦。原来这句竹卡等对遮来就对啊，讲话音的就对啊。共款这个话音，竹卡我对竹卡去，佫先佫讲另外一句，这叫做立克仔话。立克仔话就是迄个典故接袂句的，讲两角15线就是叫做角五，这嘛立克仔话。讲鸭卵结过山，鸭卵你甲结过山，我目睭金金结过山，你就捡袂到啊！看伊就爱互破，安尼叫做看破，这嘛立克仔话。即句立克仔话典故讲叫做火烧竹仔拿，火烧竹拿要互你做啥？想一个真，火烧竹拿吼，咱第一竹下也烧甲无去啊，第二吼竹丛嘛烧甲无去啊，第三竹仔壳嘛烧甲无去啊。原来嘛讲即句啦，火烧竹拿就是讲无竹壳啦，无竹壳，无竹仔壳，啊嘛是咧讲吼。迄无固定、无确实的代志，讲叫做无的确啦。毋则国情今日招你咧研究，说台语咱着爱讲究趣味，照话音自然就好记。连讲人若搁再伫咧讲笑，你着讲一句火烧竹拿，讲无的确啦。